什么是每天的日子？大家好，我是Михайло，我是乌克兰人。最近不少人在问我，你们乌克兰停电了，你们怎么样？其实，停电的情况不意味着全国家整天停电。我们这边每个地区有自己的时间表，几个小时有电，然后几个小时没电，然后几个小时有电，等等。这几年来，我们乌克兰人对此事习惯了。有电的时候，我们做没电不能做的事情；没电的时候，我们做其他事情。更何况，大部分乌克兰的商店和公司有自己的发电机，他们有电。大部分乌克兰人要么有自己的发电机，要么有自己的电池。比如说我对我的工作需要电脑，我有一个大的电池，哪怕没有电，我可以继续工作。大家可以问我是不是方便？真的，不瞒大家说不方便。大家可以问我是不是不行？不是不行。更何况，为了祖国独立，为了自己的自由，受一些苦，没事，值得。